從前滿肚同心合意，懇切禱告求聖靈，忽然天父應許成就，聖靈果然來顯明。主啊，現在賜能力，主啊，現在賜能力，主啊，現在賜能力，給各人是領袖。那是滿肚等候聖靈，現在我們更需要傳揚福音，造就召會，都靠聖靈來引導。主啊，現在賜能力，主啊，現在賜能力，主啊，現在賜能力，給各人是領袖。着聖靈能力，當為耶穌作見證，直到榮耀基督降臨，接我眾人上天城。主啊，現在賜能力，主啊，現在賜能力，主啊，現在賜能力，給各人是領袖。主啊，現在賜能力，主啊，現在賜能力，主啊，現在賜能力，給各人是領袖，給各人是領袖。